伫咧台南的柳营有2个里，这住户指控讲有业者伫离因庄头内面无到500公尺的所在设市场，这社区不管是拢会闻到臭味。虽然这个案件伫81年的时阵，农业局有发予业者设施许可证，不过也未发拓扑登记证。这居民也骂讲，这市场内面呢已经饲超过5万只鸡肉。农业局即马是讲已经有照这个法律来甲因开单，也要求业者爱随改善。台南市柳营区新农里参古域里上摆住户提抗议的牌仔为家乡徛出来，控诉业者无甲因参详，煞伫庄内无到500公尺的所在设一座饲鸡场。居民反映，无论是透北风也是透南风，空气拢臭毛毛，影响到生活品质。逐工闻臭味，互因强要挡袂牢。嘿，阮本来就足反对伊饲鸡，照理讲，伊就袂当阁继续饲落，影响到阮的迄个生活环境、水的污染。空气的污染、土地的污染，伊嘛无顾阮居民的抗议的心声，因硬饲臭鸡屎味，有够臭的。连阮迄5岁孙，我甲载到遐的时阵，阮迄5岁孙就讲：阿嬷好臭哦，臭死了。5岁囡仔会讲啊，你看迄味偌臭。拓扑业者出面驳回讲，109年向农业局申请设施许可，过当年核准同意。过程中除了有采购示牌，嘛有开说明会。因强调鸡场内底配套措施拢有做好势。农业局回应，110年10月才发布鸡场即只离徛鸡400公尺的驻地条例，这案是旧法设置的。另外有住户佮逼出业者并无摕到拓扑场登记证，就偷饲5万只鸡。目前市区稽查员嘛开罚单。所以针对伊即摆讲入鸡吼，这得伊违规啦，所以阮就先甲开一张啊。透过努力想要跟这个促进会协调，可是他们的诉求给完滚蛋，因为我们已经全部都建设完成了啦。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回馈的部分啊，不能造成那个环境的污染，这是阮一定爱做甲到。地方居民表示，后续若阁无任何改善，会抗议到底。因呼吁政府相关的申请定数爱严格管控。农业局讲会要求业者参住户协调达成共识，才会核准拓扑场的执照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